不你啦，我刚才做的天红也给很嘛个，看起来应该是面粉类的吗？做面包吗？没，走司康。scone 哦。scone，你弟吗？我弟啊，我懂好食了哦。哎呀，可是我们今天这些基本食材我知道，但是你要做那个 scone 很嘛个 Q 米的嘞。哎，你客家人嘛？我当然是客家人啦。我是板仔客家人，所以我用介做吗？走马哈啊，我已经分了全酒。同乡哦。我喜欢。你今日做的吗？没，我阿姨做的。哦，好，同乡哦，纯正酒米和冬料。那可是这个我完全不会做，让你来教我喽。好啊，OK 啊，我们这里面哈有那个面粉，泡打粉，全部调好色就 OK 了。嘿，好，那我们倒进去哈，用奶油，用奶油以柔和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步骤。好，就是西点类的应该懂得 ，Simon 你懂会做，可是像我就不太会做。你一跟南美你都会做案呢，好厉害哦！我想用这个缘分啊，缘分，缘分。你老料理有缘分，嘿呀，跟我一样哎。啊，真是吗？那当然了。你用手把它捏碎，捏碎，就把这个奶油全部跟面粉和在一起。那我们看面粉现在是白色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它捏碎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黄黄的这样子。所以你把它捏碎就可以。全部捞给搅啊！可是这个没用那个搅拌器啊嘛，该不卡夹？为什么？用手啊，有温度。有你的爱心。好，你的爱心做出来司康好咸。好，跟你加油用爱心做司康不爱吃哈。好。我发现了，那个司康啊，秘密就在它的比例。可是呢，看起来太狗毛的老秘方跟我们讲，你自己有没有测很久才抓到这比例？就网络上抓下来，然后自己试做几次，就上手了。好厉害，天才哎！没有，我有听说泰国做 scone 啊，在这边已经有名号了。人家给点可以几多年？唔到一年。哦，加个 scone 就懂有名哎。我做 scone 啊，市面上买不到。真的。我又做红梨 scone。黑米 scone。黑米，我们西周产黑米嘛，黑米 scone， 按到做嘛 scone。挑一摆做。这边边爱做诶。高大嘅面粉、老泡打粉加入切开嘅奶油，先用水温把奶油、老面粉切夹，泡打粉就会把嘢scone做得变到蓬又松、简单又夹嘅好东西。三点放入少量嘅白砂糖，用比例嘅来做嘛，牛奶过后，继续切圆切夹。一直到面粉老所有的食材变做淡黄色过后，就在在准备哈尼铺嘞。会有冻浆哎，好像放草莓用哎。对呀，可是它有那个做妈的这个酒香，对不对？真经典，而且这个当简单做，我们会像用个面包小胖啊，黑等级发模糊又做唔长安呢。对，我们可以。好简单哦。我们可以用刀子切也可以，你可以用这种模型，有没有？这个我可以帮忙。来。往下，没关系。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做对。等下纯那个做对。纯那，我们再捏做一次，再捏一次，然后再擀。那我就把它先弄下来喽。对。好湿润哦。其实有一些葱做满体会开汁。有点像哈。有一些葱，我感觉可以嘛，因为它会配够会膨胀没哈。不太会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太会了，它会往上。所以它等一下会长高。会蓬起来。哇，你看，给它色冻浆有没有粉红色点缀？都上面有一些葱吃泡的样诶。用圆形的木碗浸出一堆一堆的嘟嘟好泰式的圆形，啲蛋糕圆圆的酥软，放入到烧到190度的配上底度，配太阳的20分钟就做得嘞。